傳說喺波斯有個國王，佢俾自己嘅皇后背叛之後，就覺得好憤怒，所以佢決定每日要娶一個新皇后，然後第二日天光就令佢永遠消失。於是搞到成個國家嘅人都好驚。好彩有個叫做珊魯佐德嘅少女，為咗拯救無辜嘅女仔，就自願嫁俾國王。珊魯佐德嘅腦裝滿晒好多好得意嘅故事，佢利用故事去吸引國王。啲故事就好似一個個奇幻旅程，令國王聽到眼都唔眨。而每晚講到最精彩嘅地方，就啱啱天光，令國王好想知個結局係點，而批准佢下一夜繼續講。就係咁，珊魯佐德每晚都講一個新故事俾國王聽，一直講咗1001夜。國王終於被感動，佢仲學識咗去愛人，明白原來每個人都好重要，仲下定決心做一個好國王添。小朋友，故事係好有魔力㗎，佢可以令到人哋嘅心變好，令到個世界變得更加靚添，真係好神奇㗎。